今日收到表友寄嚟一隻浪琴8針月相計時表，據佢講，平時戴嗰陣發現表殼入面有水氣，所以寄過嚟想處理一下。打開手表底蓋，擰出螺絲，拎走自動舵，有好多鏽跡，水應該就係從呢度入去嘅。從表殼拎出機芯，再拆前圈，拆計時秒針，拆時針分針同日曆指針，拎走表面，拆開模組夾板，可以見到計時部分仲殘留住啲水跡，呢度係自動部分，入水之後失效咗嘅潤滑油，避震寶石入面嘅潤滑油都變質變黑晒，細鋼輪位置仲殘留住啲水跡，放晒發條力量，拎走擺輪部分，呢啲就係傳動輪系入水之後變質咗嘅潤滑油，拆咗輪夾板，將機芯完全拆散，擺入油缸入面，倒入洗表油，逐件用手清洗每一粒零件，呢啲就係清洗好之後嘅機芯零件，順便換埋生咗鏽嘅表把芯，想調試下輪系傳動有冇問題。